港股今朝咧維持向上高開超過280點之後咧，最多升到超過係310點，高見咧25,807點，最新仍然升到268點，咁啊成交有704億幾。咁啊今日個市一彈咧，多少同債息回落有關啊嚇。咁啊唔知港股啦，你哋見到區內股市咧今日有得反彈。今日同大家講下呢個債息嘅話題，嘉賓有洪灝先生喺度嘅，兩位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咁啊，債息回落啦，事關呢美國財政部終於出手啦嚇。咁啊喺長債出現拋售潮，30年期債息咧升穿5.3厘之際咧，咁啊，琴晚就宣布9月開始咧，每次回購長債嘅規模咧擴大最少係1倍。咁啊，留意到美國嘅債價隨即回穩啦，即係個債息咧就回落翻。咁啊，洪生不如同我哋分析下啦。咁啊，5厘3呢個位置就出手啦，係咪代表對於監管當局嚟講係一個紅線嘅水平咧，去到呢啲位置就會托個債市，有啲咩政策信號咧？其實喺過去1年以嚟咧，其實我哋每一次見到呢個債息去到5.3左右咁嘅水平咧，咁其實都睇到美國政府去出手干預嚇。咁所以你今次亦都不例外啦。咁所以我哋琴日見到就係話由於債息嘅飆升，咁啊導致到整體嘅風險資產價格喺度暴跌啦嚇，尤其係韓國啊同埋啲半導體啊啲高成長板塊喺度暴跌啦。咁所以咧而家美國出手嘅話咧，咁佢大概率可以緩和下呢個短期嘅跌勢。咁但係佢長遠嚇，佢由於美債嘅長端嘅息率易升難跌嚇，一個係因為呢個油價，一個係因為呢個美國本身自己嘅財政嘅問題嚇，咁所以佢如果想穩住喺5.3左右咁嘅水平，佢可能會需要不斷咁去干預呢個長端嘅債市嚇，先可以收到企穩嘅效果嘅。呢下擴大個回購咧，即係有啲分析形容係一個迷你版量寬，你覺得嗰個政策嘅方向係咪咁樣咧？可以咁樣講啦嚇，但係佢個量係比較細嘅。我覺得主要係一個信號嘅作用嚇，即係如果係財政部出手，就好似上一次同呢個日本聯手，即係幾個星期前咧喺同日本聯手干預呢個日元匯率啦。呢個亦都係98年以嚟第一次嚇。咁美國本身佢嘅匯率政策就係話，如果係唔係危機嘅話咧，佢係唔會出手干預嘅。咁同埋聯合日本一齊去干預日元匯率咧，亦都係首次啊！咁所以我哋非常有可能見到越嚟越多美國財政部嘅動作啦。畢竟呢美聯儲本身嚇佢只可以控制呢個短端嘅利率嚇，長端嘅利率咧其實係由長債務同埋整個市場係控制嘅。今次你睇嗰個長債息咧向上，主要嘅原因係咩啦？頭先提到美國財政嗰個赤字嘅問題，其實keep 住都存在啦。咁啊，另外中東嗰個其實由3月開始都反反覆覆咁樣，有啲市場人士就話係咪同另外就係啲 AI 咧啲巨型企業咧發好多企業債，咁啊呢個都可能會影響到變相令到國債個市場嗰個息率都向上。你又同唔同意呢個點？即係會唔會呢一個都係呢個額外嘅因素令到近排啲債息其實都會向上？肯定有影響嘅，因為你分流咗個資金啊，即係你對於國債嘅資金嘅需求就少咗啦嚇，咁啲錢攞嚟買啲其他嘅長債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有可能係一個因素啦。咁其實更加重要嘅因素就係話喺22年開始到而家咧，如果你觀察呢個30年嘅長債咧，咁其實佢係小步不斷咁攀升嘅。咁當然喺特朗普上台之後，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對於長端嘅呢個息率嘅控制係非常緊密嘅，咁就導致到咧呢個長端嘅息率咧，佢一直係一個好窄嘅區間，大概係85個 bips 呢個咁窄區間咧喺度波動緊。咁其實呢個係好多年都冇睇過、冇見過咁嘅情況。咁但係儘管如此，即係儘管呢一個美國財政部喺度控制呢個長端息率咧，咁但係我哋亦都會大概率會見到咧呢個長端嘅息率係慢慢咁樣小步向上嘅。咁啊喺今輪嘅一個拋售潮係咪因為財政部出手就可以止住咧？咁啊頭先其實都講到一啲根本性嘅問題啦，例如債務沉重啦，聯邦債務講緊已經突破40萬億美元啦嚇。咁啊一個咁樣嘅規模，咁啊財政紀律相對弱，咁啊削弱市場嘅信心，同埋嘉升頭先都提到話科技企業個債券個供應大增，其實都令到市場需要更高嘅息率去做一個補償。另外一個因素唔好漏咗就係仲有
其實好多國家都由買家轉成賣家。咁啊，三大嘅海外債主啊，中日英咧喺最新公布6月份嘅數據咧，其實都係減持咗美國嘅國債嘅。日本6月減持260幾億美元，連續第2個月減持。大家嘅理解要班資回潮啦，要托個 yen 啦嚇。咁啊，如果個 yen 弱嘅話，可能之後市場係咪都會繼續預期日本會減持國債呢？嗱，中國方面咧就6月減持260億美元左右，持倉咧去到08年以嚟最低嘅一個水平。喺習特會即係大家憧憬9月會舉行啦，之前去做一啲咁樣減持嘅動作，有啲咩意義喺度呢？係咪為咗傾11月關稅到期㗎啦嘛，儲定啲金融籌碼呢？我覺得有好多原因啦。咁其實中國減持唔係話而家先開始㗎，咁其實喺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咁畢竟中國原生嘅呢一個外匯嘅管理方法就係話我哋出口創造呢個美元啦。咁美元嘅收入咧，咁我哋買晒美債。咁以前咧美債無論係從呢個財政紀律赤字嘅紀律嚟好，或者係從整個美國嘅經濟狀況嚟好，都係 O K 嘅嚇。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就係話首先就係美國嘅呢個財政，我覺得係去到40萬億，我覺得已經係真係好誇張㗎。咁第二咧就係話中美嘅競爭格局咧，如果你攞住人哋咁多個美債嘅話咧嚇，咁其實好容易俾人受制於人嘅。咁第三就係話，我哋中國亦都有自己嘅新嘅一個外匯管理辦法咧，就係話我哋而家開始賣黃金啦。咁所以咧，我哋見到連續雖然黃金喺過去幾個月咧今年以嚟咧去到5600之後咧開始回調到去4000附近啦。咁但係咧，央行係從來都冇停止買金嘅，而且係越跌越買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話呢一個我哋中國嘅黃金儲備咧就越嚟越大㗎啦。咁咧，我覺得咧即係話如果我哋人民幣要作為一個國際主要嘅儲備貨幣咧，咁其實你有個金嘅 backup， 即係有個金嘅儲備嘅作為一個背書嘅話咧，咁人民幣呢個信用會提升咁好多㗎嚇。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大概中國內地同埋中國香港一齊持有嘅黃金儲備大概3000噸左右啦嚇。咁而家中國喺香港係準備建一個全世界最大嘅實體黃金嘅儲備呢個倉庫啦。咁同埋咧，讓呢個香港咧成為一個全世界黃金嘅定價嘅中心啦嚇，作為一個 settlement 嘅中心 clearing centre 啦。咁所以呢啲都會導致到咧就係話，中國喺黃金定價上邊嘅話語權越嚟越高，同埋咧呢個黃金嘅儲備上升嘅話咧，對於人民幣嘅信用咧亦都會提升嘅嚇。咁所以而家就係話你揸金好過揸美債嘅。有各自嘅原因啦，係嘛？即係日本可能就話要褪翻啲錢出嚟買 yen 咁樣撐自己個匯率，中國就可能變相就繼續都係買金嗰個策略不變啦。但我記得你之前亦都提過就係其實有時可能而家見到個表外，可能其實會唔會中國都透過其他途徑，可能揸住個美債。始終美債你睇係咪長遠都係一個始終咁高息，又係會繼續還到錢俾你嘅狀況之下，你好難真係完全真係去到美債化呢樣嘢咯。好的確好難去晒啦。咁因為畢竟你美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資產類別啦。咁你喺你個外匯儲備入邊咧，你擁有美債話，咁其實佢亦都間中一個就係你創造利息收入，第二個咧就係你間中係降低咗你整個外匯管理嘅呢個風險波動嘅。咁啱我哋的確咧，我哋以前講過嚇，就係話咧，我哋中國咧亦都透過一啲歐洲嘅 account 嚇，布魯塞爾或者係比利時咁嘅呢啲咁嘅 account 咧，去 hold 呢個美債。咁呢啲 account 係 anonymous 嘅。咁所以喺 official number 入邊係睇唔到呢啲呢啲數字嘅嚇。咁所以我哋冇證據去證明或者係唔證明就係呢啲 account 有冇減持到美債。咁但係 official account 係減持緊嘅。OK。咁啊，如果啲國家都可能繼續有個誘因、有個原因要沽美債嘅話，會唔會令到美債嘅拋售潮冇咁意願呢？咁啊，其他因素我哋翻嚟繼續分析。
翻嚟繼續傾下咧，導致呢個美債拋售潮嘅其他原因啦。咁啊，另一個原因咧就要留意住，好多嘅一啲科技企業咧都發債去發展 AI 啊嘛。咁啊，供應大增，咁啊同咧美國國債搶錢啊嚇。一嚟市場吸納唔到咁多供應啦，二嚟咧畫面上呢個數據其實講緊啲咩咧？係嚟自晨星嘅數據，就係統計翻呢啲美國中期核心債券基金嘅持倉比例啊。左邊咧就係美國國債啦，你見到近期嘅 trend 咧係個持倉一路向下嘅，右邊條線就係公司債啦，近期向上嘅，最新比例去到30%啦，講緊3年以嚟最高，即係話咁俾大家一啲咩咧？即係債券基金增持啲公司債，減持美債。我見到有外電話咧，話 Alphabet 最新喺澳洲發啲債咧都7厘息喎，話息率咁高，比美國國債都高一橛，咁啊唔知係咪更加吸引啦？呢個情況係咪會繼續咧？我覺得如果你而家需要融資嘅話，你肯定要用呢個高債息嘅息率去吸引你嘅投資者啦。咁同埋咧，其實而家呢個情況去到呢個地步咧，咁你睇到好多雲計算嘅呢個嗰個 credit spread 啊，即係呢個信用利差咧，咁其實佢係擴大到好似 Oracle 去到應該200幾個 bips 啊，即係呢個應該係有史以嚟最大嘅一個信用利差啦。咁所以咧，其實亦都反映咗就係話一定嘅風險嚇，即係而家暫時雖然大家好睇到個 AI 嘅投資好 high 啦，咁但係呢啲投資是否能夠最終產生盈利同埋商業化係未知數嚟㗎，係啊。咁同埋仲有咧就係我哋中國呢邊嘅 AI 嘅呢個進步非常快啦，咁亦都會導致到譬如話 token 嘅呢個成本嘅下降啊，等等嚇。咁其實呢啲同埋呢個芯片，中國嘅芯片嘅技術喺度不斷咁進步緊啦。咁其實亦都會危及而家市場上嗰啲領先嘅芯片公司嘅嚇。咁所以呢啲都係未知數。咁所以我相信亦都會反映喺呢個公司債嘅信用利差上邊。落齋睇嗰個帳面嗰個利息，喂7厘幾真係好和味啊，係嘛？好過好多股票咁啊，唔單止係國債啦，你見好多股票即係講真嗰個而家個帳面息率都未必俾到咁高。但係同一時間，洪生你又提到，大家而家擔心嘅就係科技企業還唔還到錢啊？即係而家孭住債台高築啊，唔單止係美國政府係嘛？美國呢啲科技企業亦都係啦。咁會唔會有變相可能賺息有蝕價咧？定係還是覺得投資者都唔係太 care 個價錢，其實主要都係即係收息嘅一個好選擇。我相信如果佢還唔起錢，咁股票就歸零㗎啦。咁所以咁啊，如果你係話你要去下注，即係安全下注未來嘅 AI 嘅走勢同埋商業化咧，咁其實可能7厘8厘嘅債券，可能佢個安全性會遠遠高於呢個股票咯嚇。因為如果你真係還唔起債嘅話，咁你股票肯定即係你破產，你股票肯定歸零㗎啦。咁所以7厘，我覺得係好有吸引力啦。咁同埋最近呢一個喺澳洲發嘅 Alphabet 發嘅1000億級別嘅呢個債券咧，咁其實亦都有呢個匯率嘅因素喺度啦。咁我相信佢可能喺度賭緊呢個澳洲嘅匯率會呢個澳元會走變咁樣嘅情況。咁啊喺 AI 狂潮底下咧，即係大家預示到啲科技企業其實都會繼續可能發債去融資去籌錢去搞 AI 啦。會唔會變咗一個新嘅結構性問題咧？持續有班供應係同美債喺度搶錢，其實就變咗真係一路壓住咗美債自己本身嘅需求咯。我有呢個咁嘅可能啦。咁因為畢竟而家發行嘅量咁大嚇，去到萬億級別㗎，即係如果你加埋就一定係去到萬億級別㗎啦。咁整個美債嘅盤都係40萬億啊，講緊嚇。咁佢肯定會同呢個美債本身會爭奪啊呢個資金嘅。咁但係咧我覺得美債嘅相對安全性仍然係高於呢個公司債嚇。你雖然美國政府嘅財政有問題啦，咁但係你好難下注話呢個美國政府破產，或者佢其實已經實際上破咗產啦。譬如話我哋而家見到就係佢哋曾經係不斷咁樣發呢個短債去還息㗎嘛。咁其實從呢個經濟學理論嚟講，如果你發債係借錢嚟還利息嘅話，咁其實已經係一個龐氏騙局嚟㗎嚇。咁但係市場可以扮冇事咯，因為畢竟美國係一個最強嘅國家啦，而家仲係。咁但係公司就唔一定啦嚇。咁嗱，譬如話我哋今年見到啱我哋講嘅 Oracle 嚇，Oracle 唔知係不單係呢個股票嚇腰斬啦，即係應該係跌咗接近60%。咁但係佢個 credit spread， 即係佢個信用利差其實喺度不斷放大緊嘅。咁其實如果其他公司
佢不斷咁樣去增加舉債嘅話咧，咁其實我覺得 Oracle 係一個比較值得警惕嘅一個例子嚇，即係呢啲公司嚇，如果過度擴張嘅話咧，好可能係會導致到同樣嘅結果嘅。頭先我哋提到最開頭就係講緊話美國財政部即係出手去幫手壓一壓低即係短期嗰個債息嘅走勢。聯儲局方面，你見咦好似啲官員都仲係相對鷹派少少啊嚇口吻咁啊。之前沃什亦都喺上一次嘅議息會議提到，有個市場去定價啦，即係佢哋就唔喐手住，市場會就住佢哋對通脹或者利率嗰個理解嚟去喺個債息度反映出嚟啦。咁啊，去到呢啲位置，你見咦聯儲局又好似冇出口，亦都冇出手啊嚇，有美國財政部去做嘢先，點睇咧？係你覺得而家聯儲局嗰個諗法係點樣咧？係咪都仲係覺得比較少需要做一啲同市場嘅一啲互動啊？同埋嚟緊月底個 Jackson Hole 喂，沃實會唔會有俾翻多少少即係更加清晰嘅信號大家咧？我相信首先就係呢個財政部同美聯儲其實都係着一條褲嘅啫，即係冇乜區別嘅啊。咁但係咧就係我相信而家嘅美聯儲佢更加注重嘅就係呢個利率，即係政策利率嘅通過政策利率嚟影響呢個市場定價，而唔係通過美聯儲本身嘅資產負債表嘅大細去影響嚇。咁同時咧，我哋見到就係沃實之前佢講過就係話由於個美聯儲嘅呢個資產負債表過於臃腫啦嚇，咁導致到好多金融同埋社會嘅問題咧，咁佢係會着手清理嘅。咁所以喺呢個章程啊，咁如果你咁快出手話我哋而家通過呢個 QE 去買呢個美債嘅話咧，咁其實我相信佢個政策嘅可信度會大打折扣嘅。咁所以呢件事交俾財政部嚟做啦。咁同埋長端利率咧，講老實話，亦都唔到呢個美聯儲話事嘅嚇。咁除非佢係好似呢個2020年咁樣嚇，去大幅度去買呢個美債各種買嘅話咧，咁其實先會影響到長端利率嘅走勢。咁但係我相信短期入邊咧，我相信美聯儲更加關注嘅就係佢自己嘅利率政策點樣去影響市場。頭先我哋分析咗一啲海外債主，亦可能都繼續會沽美債啦，咁啊，然後科技企業嘅債券有個會繼續分流嗰部分資金，呢啲因素都係會繼續嘅。單靠財政部可能去到債息高企嘅時候就枕住出手托債價，呢樣嘢係咪即係如果真係要做個小結論嘅話，係咪未必可以指到嗰個拋售潮咧？嚟緊你睇個債息係點行咧？我哋認為長端嘅利率係易升難跌啦嚇，就算你美國財政部不斷咁出手咧，其實佢只可以收到一時嘅功效，因為畢竟長端利率嘅上升係由於其他因素係 out of your control， 即係唔係你可以控制嘅因素，譬如話呢個中國減持啊，譬如話呢個美國財政嘅擔憂啊，譬如話呢個日本亦都喺度拋，因為佢要保護呢個日本匯率等等嚇。咁其實呢啲唔係美國財政部可以一手擔帶晒所有嘅。咁所以咧，亦都會導致到長端嘅利率咧係易升，我亦認為易升難跌啦。咁長期嚟睇嚇，咁我相信去到7，我覺得應該都係有好大嘅可能性。因為我見有啲分析先睇到5.6、5.7啊嚇，洪生你睇到實情7厘都係嘛？7厘會見嗰啲可能係短期嘅，係短期嘅呢一個7厘點樣去量度咧？即係以年計咁啊？係啊，去到大選嘅時候，你會見到6以上㗎，我相信。OK， 其實唔淨止係美國啲債息啦，頭先提到，喂，其實其他國家都有自己結構性嘅問題，尤其是日本啲財政亦都係keep 住都係市場好擔憂。喂，其實環球個債息通常唔會話淨係你美國一邊升㗎嘛，大家會有個互相影響喺度。呢個互動嚟緊會係點樣？係咪環球嘅債息一齊會走上去？喂，繼而點樣再傳到去金融市場？點樣係一個好難想像嘅。如果你想象下，如果收益率長端收益率不斷咁樣上升，風險資產價格一定會承壓。咁同埋咧美元，由於佢呢一個係呢一個美債嘅信用嘅問題啊，美元可能並不會因為長端嘅收益率上升而升值啊，反而佢匯率會走弱添。咁會出現好多連鎖嘅反應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相信整個市場而家波動非常大啦。尤其係譬如我哋睇下呢個琴日嘅半導體板塊啦，我哋內地嘅呢個科創板同埋呢個創業板啦嚇。咁
琴日跌幅係去到接近7%喎，一日喎，單日喎。咁呢一個係相當於接近4倍方差嘅咁樣嘅事件嚇，即係我哋5到10年大概先會出現一次嚇。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就係內地嘅呢啲成長嘅板塊咧喺度大幅波動啦。咁同埋我哋亦都見到譬如話韓國嚇一日熔斷啊，一日就每日波動係上下6個點㗎嚇。咁所以呢啲都係由於長端利率嘅上升造成市場不穩定下不斷咁樣上升，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我哋做投資嘅時候需要關注嘅風險嚟。我想追問翻頭先7厘個預測，頭先你睇咧年底中期大選前後可能唔係中期大選，唔係係28年28年，但係28年7厘都好離譜啦！你諗下7厘一個咩嘅概念咧？企業融資成本要去到嗰個水平，然後你計股票計折現率會變高，然後估值個股票個估值要壓縮，要去到嗰個水平，然後即係成件事好難想像啊！即係無論係經濟定係股市咧，要面對一個7厘嘅長債息喎，即係我哋面對緊一個咩嘅 end game？我哋嚟緊個局面係點啊？係啊，因為我哋以前都未有見過40萬億嘅美國國債啦。我哋譬如話80年嘅時候嚇呢個 Paul Volcker 嘅時候，咁我哋其實見到基準利率，美聯儲嘅基準利率係12% 嘅 plus。咁所以而家5厘幾都未去到一半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喺一個大時代入邊啦。咁大時代其實我哋亦都有需要大嘅想像力去應對我哋好多未有見到嘅情況啦。譬如話我哋22年嘅時候呢個美國通脹去到8點幾個 percent 啦。咁其實40年，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分析師，你係40歲以下分析師，你從來都未見過咁嘅情況，係嘛？你係可能要50歲嗰時以上嘅分析師先會見到咁嘅情況。咁所以呢啲都係以前聞所未聞嘅嚇。咁我哋而家需要喺大時代入邊咧，係需要一個好充足嘅想像力嘅。我都想追問埋呢個，因為即係個畫面當然固之然恐怖啦，要俾啲想像力，可能去到一個大時代啦。咁我而家應該點做咧？即係我投資部署，我係揾避風港啊，定點樣？有冇得避風港？其實咧，我覺得而家點解大家仲係好中意半導體咧嚇？你見到其實佢跌咗一半之後，佢又開始彈翻上嚟。因為喺半導體咧，佢喺未來嘅幾年入邊咧，佢嘅收入嘅可見度非常高，因為好多啲半導體公司係簽咗一個長協㗎嘛，咁同埋長協有一個 minimum pricing 嘅呢個條件嘅，咁所以咧大家覺得咧佢哋未來幾年嘅呢個能見度比較高啦，咁同埋咧呢個 AI 嘅潮流咧大概率係會不斷咁樣加速㗎嚇，咁我哋最近譬如話見到呢個 Anthropic year on year 嘅呢一個即係同比年度嘅收入嘅增長係去到14倍嚇，呢個好驚人嘅一個數字嚟㗎嚇。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如果 AI 不斷咁樣推進嘅話咧，咁呢啲盈利嘅可見度同埋增長會越嚟越堅定，而唔係越嚟越不確定。咁所以咧，呢啲公司咧反而雖然佢係科技成長板塊咧，反而咧佢喺一個不確定性咁高嘅時候咧，佢 offer 咗一個能見度嚇，呢個盈利嘅能見度，咁所以大家就中意買翻佢咯。即係以前就話喂，創作力量同幻想嚇你一跳係嘛？而家又似乎唔係啦，個市場哇！我哋雖然可能要更多嘅想像嚟去探討啦。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啦，我哋轉頭跟進下港股嘅情況。